第26篇，叫天毋应，叫地袂灵。人生不如意的代志是较侪鸟问，重要的是，当去拄到困境的时阵，要安怎去面对？进入21世纪了后，世界各个国家拢面对一个上款的问题，就是经济的大衰退。每一个国家的政府也是领导者，拢提出家己掠做上妥当的政策，目的嘛拢上款一个，就是救经济。伫即摆经济衰退的灾难，咱台湾嘛无法度通闪避。既然拄到大大细细的选举，候选人开甲长落落的支票，所捧出来的牛肉，最最拢甲民生经济有关。选民听了心火开，伫10分期待中间，票就甲转落去。总是选举了后，未免得爱承受更较大的失望甲痛苦。国家经济问题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，失业、负债、囝儿、婚姻等等，毋是单单影响到家庭那定，已经是造成整个社会问题。2008年以来，因为拄到生活困苦，致使想袂开来自杀的案件是年年提升。去年伫我服务的学校，有一个学生的家长，因为久长失业，生活袂得过，半暝啊趁囡仔咧困，就开雅士甲全家毒死了。其实人生拄到的问题，并毋是只有八斗而已，养饲囝儿、翁某婚姻、事业工作、感情人际等等。无一项是生活会通避免的。当困境摆伫眼前，政府甲社会无法度通替你解决，家己又搁想无步的时阵，刷落去就是面皮结厚厚，四过拜托亲人朋友，无就是问心卜卦。若是拢想无步啊，那亲像叫天毋应，叫地袂灵。意志较无坚强的人，就可能来解决一条宝贵的性命。追求生命、相命解运，是一般人上界常看的现象。为一个人出世了后，生囝号名爱算8字笔画，到踏入棺材要入土进前，嘛是搁爱问神卜卦，差不多是对未发生的未来。一世人拢在烦恼不安。事实上，敢有影去问神卜卦，会互人加较好运？若是安尼，世间就无有不幸的代志发生才对。有一位朋友，30多年前交一个女朋友，已经论要结婚，就去找相命先啊。想袂到两人8字煞袂合，家长就强迫双方爱分开。后来，我的朋友甲另外一位小姐，因为8字足合来结婚，总是无偌久就离婚。逐摆若拄着，看伊加减也会笑念永早迄段爱情，甚至后悔万盼。我前囡仔就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伊有拯救活命的气力。搁较有享受逐项福气甲平安的能力。若是安尼，信耶稣的人，敢就拢袂拄着不幸的代志？绝对毋是。从细汉到大所拄着的问题，嘛是较侪鸟问。我足爱保罗所写的一段经文，拢毋通看入什么，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。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，安尼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，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。我不时学习用祈祷，
通勇敢去面对生活中大细项的艰难，因为安尼，无阁有烦恼看路，反倒脚步安稳自在。第26篇，叫天毋应，叫地袂灵。人生不如意的代志是较侪鸟问，重要的是，当去拄到困境的时阵，要安怎去面对。进入21世纪了后，世界各个国家拢面对一个相款的问题，就是经济的大衰退。每一个国家的政府也是领导者，拢提出家己掠做上妥当的政策，目的嘛拢相款一个，就是救经济。伫即摆经济衰退的灾难，咱台湾嘛无法度通闪避。既然拄到大大细细的选举，候选人开甲长落落的支票，所捧出来的牛肉，最拢甲民生经济有关，选民听了心火开，伫10分期待中间，票就甲转落去。总是选举了后，未免得爱承受更较大的失望甲痛苦。国家经济的问题影响到百姓的日常生活，失业、负债、囝儿、婚姻等等。毋是干那影响到家庭那定，已经是造成整个社会问题。2008年以来，因为拄到生活困苦，致使想袂开来自杀的案件是年年提升。去年伫我服务的学校，有一个学生的家长，因为久长失业，生活袂得过，半暝啊趁囡仔咧困，就开雅士甲全家毒死了。其实人生拄到的问题，并毋是只有腹肚而已，养饲囝儿、翁某婚姻、事业工作、感情人际等等，无一项是生活会通避免的。当困境摆伫眼前，政府甲社会无法度通替你解决，家己又阁想无步的时阵，刷落去就是面皮结厚厚，四过拜托亲人朋友，无就是问神卜卦。若是拢想无步啊，那亲像叫天毋应，叫地袂灵，意志较无坚强的人，就可能来解决一条宝贵的性命。追求生命、相命解运，是一般人上界相看的现象。为一个人出世了后，生囝号名爱算8字笔画，到踏入棺材要入土进前，嘛是搁爱问神卜卦。差不多是对未发生的未来，一世人拢在烦恼不安。事实上，敢有影去问神卜卦，会互人加较好运？若是安尼，世间就无有不幸的代志发生才对。有一位朋友，30多年前交一个女朋友，已经论要结婚，就去找相命先啊。想袂到两人8字煞袂合，家长就强迫双方爱分开。后来，我的朋友甲另外一位小姐，因为8字足合来结婚，总是无偌久就离婚。逐摆若拄着，看伊加减也会笑念永早迄段爱情，甚至后悔万盼。我前囡仔就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伊有拯救活命的气力，
搁较有享受逐项福气甲平安的能力。若是安尼，信耶稣的人，敢就拢袂拄着不幸的代志？绝对毋是。从细汉到大所拄着的问题，嘛是较侪鸟门。我足爱保罗所写的一段经文，拢毋通看入心物，万事着用感谢的心祈求甲代祷，将恁所求的互上帝知。安尼，上帝所赐超越人一切了解的平安，会通过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思意念。互我不时学习用祈祷，通勇敢去面对生活中大细项的艰难，因为安尼，要阁有烦恼看路，反倒脚步安稳自在。